遺產稅啦，OK，咁呢度嘅話其實都知道大家就唔同嘅遺產稅咧，OK，有香港同香港好大唔同啦，因為香港係已經全面咗廢除咗遺產稅，而英國咧仲已經係仍然有嘅，OK，咁你遺產稅係計你全球嘅資產，唔係淨係計英國喎，因為正如Ricky 頭先 opening 都講過啦，就係因為已經冇咗 non-dom 啊。以前 non-dom 大家最 concern 嘅咧，唔係喺你在生嘅時候嗰啲咩 remittance basis 咧，都重要。OK，將啲 remittance basis 咧，OK 移入嚟英國咁就唔使交稅。OK，咁呢啲大家知啦。但係其實政府嘅重點咧，就係擺喺咧你離世嘅時候，如果你係英國 domicile 嘅話咧，OK，所有嘅全球資產咧都係要交稅。咁但係而家已經廢除咗啦，就變成一個 tax residency，咁變咗就計你嘅英國稅務居民，唔係你揸住本乜鬼顏色嘅 passport，係究竟你係咪一個英國嘅稅民？咁如果個答案係嘅話，而你係一定長時間，好似我咁樣已經住咗喺英國31年咧，就算我今晚即刻搭飛機，然後去咗唔知一個乜鬼嘅騎呢小島嗰度，然後就病埋，OK，等人哋唔知道我後尾就安詳離世嘅話咧，OK 都冇用，因為我喺英國嘅時間實在太長，我要去嗰個小島超過10年或者以上，跟住先至死咧，我先至避到嗰個遺產稅。OK，咁變咗大佬，我點知道我10年嘅今日仲喺咪度咧？我梗係想喺度啦。OK，我好似我老媽子咁樣嘅話，佢都90幾歲，仲好精靈，日日自己行去超級市場買餸。咁我都想咁樣，咁但係冇人知噶嘛。咁變咗，我會覺得好重要嘅就係話，你要將啲資產點樣傳承俾下一代啦。OK，咁呢度入邊有幾樣嘢啦。OK，咁陣間多啲分享過咧，我就交翻俾阿 Ricky。咁第一樣就遺囑啦，OK，記得啊，遺囑唔係避稅嘅方法，OK，遺囑係淨係清楚列明咗你離世之後嗰啲資產點樣去分配啫。咁當然啦，往往我哋做會計嘅時候咧，好似近排我接咗一個 case 就係個屋企人聯絡，我哋已經識咗個客人好多年噶啦。咁個媽媽就離世咗，OK，咁就走咗啦，OK，咁跟住咧，然後就有一對仔女啦，OK，咁都成年啦，OK，亦都咧就有3個孫仔孫女，咁即係話第二代同第三代咧就有5個人，咁然後咧個仔女就走緊啦，哦，媽咪走咗啦，咁跟住咧就個遺囑原來咧就係俾晒我哋呢5個人，跟住我話。咁你老豆咧？跟住佢話老豆仲喺度啊！咁即係話你媽死嘅時候個遺囑就係寫乜嘢都俾晒，就唔俾個老公啊？跟住話係啊，要咁做嘅咩？跟住話咁啊大鑊啦，OK？因為佢哋嘅資產咧，OK？因為個遺囑其實佢哋當時，因為我寫遺囑，我冇走去問個客，喂，你寫咗遺囑未啊？咁樣咁好尷尬噶嘛，但係咪？你做會計啫，你唔可能人哋都未必咁舒服講晒所有嘢俾你知。但係當呢啲事情往往都成日經常性發生，咁我哋就個 client 就話咗俾我哋知之後咧，我哋就留意到，如果個遺囑係真係咁樣執行嘅話咧，OK，將會面對幾龐大嘅遺產稅，OK，咁可能我哋就嗰陣時咧，我哋就 step in 就同個屋企人講啦，就係話。其實可以個遺囑咧都可以修改嘅喎，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？OK，咁當然啦，咁啊即係唔跟阿媽死鬼阿媽嘅意願係 OK，咁但係如果 provided 成一家人都係unify，OK，即係大家都團結就話，雖然呢個係阿媽嘅遺願，但係真係俾政府蠶食咁大嘅遺產稅都未必想嘅話咧，咁其實就可以配合律師咧，OK，我哋咧同埋屋企人加埋法庭咧，就去修改個遺囑，咁就令到咧達至到一個比較慳稅嘅效果啦。咁呢樣嘢就留翻俾你自己去問你嘅律師啦，OK。咁另外咧就係設立家族信託基金啦，OK。咁傳統嘅話咧，其實都會係適合一啲比較高資產嘅家庭嘅，OK。咁但係其實而家咧個信託咧，其實都做得好成熟噶啦，咁就都有一啲譬如中產嘅家庭咧開始考慮去使用，咁但係咧。個問題，如果喺遺產稅個角度嘅咧，我自己本身都會認為就話 set up 個 trust 咧，咁佢首先有一定嘅服務費先啦，OK，set up 要錢啦，跟住然後每年 maintain 咧都有啲 professional trustees 嘅費用咧要俾，咁
但係喎，OK，咁你話咁個着數喺邊個位咧？就係話，因為個遺產稅嘅關係咧，就係如果你 set up 咗個 trust，你將啲資產擺咗去個信託家族基金入邊嘅話咧，當先人離世嘅時候，因為唔屬於佢嘅本人資產咧，咁就唔會計入佢個遺產稅。咁但係英國稅務局咧，佢都唔係蠢過隻豬嘅，OK，佢都會知嘅。咁變咗咧，佢就會要求你每10年咧，就要將個 trust 咧去做一個 valuation，咁入邊嘅資產，你嘅樓啦、股票啦等等咧，咁你升值咗嗰部分咧，其實唔係完全免稅㗎，佢都仍然會最 maximum 咧要你交翻大約6% 嘅稅款㗎。OK，咁on top 你每年呢個 trust 佢會收租啦、收股票利息啦，OK 等等咧，佢嘅稅率咧係高達45%嘅，咁即係話其實係長期交緊一個高稅網嘅位置，不過咧就永遠都 tax 唔到你咧 inheritance tax 啫。OK，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話都會係比較適合一啲比較中上資產嘅家庭。咁呢樣嘢嘅話，我就留翻俾阿 Vicky 同大家一齊去，即係喺將來有時間嘅時候去分析咩叫做合適嘅家庭啦。咁lifetime giving，OK，即係你每年咧就可以俾3000磅嘅禮物俾屋企人。咁其實3000磅真係唔係好多，OK？你3000磅，我媽話派利是，OK？你哋咁多個屋企人，一人300啊，10個都冇晒啦，OK？咁變咗呢個就淨係 aware 就得啦，OK？咁亦都啦，OK？就係資產嘅持有方式。例如 joint tenancy 啦，或者 tenancy in common 都有一定嘅分別。咁呢度嘅話咧，我就留翻大家同律師去研究。咁但係嘅話，亦都係一個資產承傳嘅方式。OK，咁但係往往咧，可能 joint tenancy 又未必比 tenancy in common 咧咁好喎。OK，因為 joint tenancy 係長命契啊嘛。OK，咁你可能會我同阿 Vicky 一齊買樓。OK，咁。當然我嗰半份，如果我死咗嘅話咧，我梗係想俾我老婆啦。但係我就因為 joint tenancy 長命契嘅關係咧，我就會俾咗 Vicky 嘅咯喎。OK，咁呢樣嘢嘅話就要大家，我都係一個小錦囊去提醒啦。OK，咁而最後嘅咧就係個可以今日好快 touch base 一下咧，就係個家族投資公司啦。OK，FIC 咧係咁多個投資嘅方式咧嘅其中一個啫。OK，咁當然每一個都有佢嘅利弊啦。OK，咁一個家族投資公司其實你就係話我哋可以集中管理到咧。OK，所有家庭嘅資產，咁例如現金啦、股票啦、樓啦。OK，咁我哋甚至乎可以用一間英國嘅 FIC 咧嚟去買外國嘅樓，咁即係譬如香港嘅樓嘅咧都係可以。咁而個方式咧，點解會咁特別嘅咧？同埋可以點樣可以做到達至到慳到遺產稅咧？就話一間有限公司，咁就假設阿爸爸媽媽咧 ，OK 就會係控制嗰間公司，就好似踢波咁樣 ，OK，咁就阿爸阿媽咧就係個 manager，就負責去派邊個人落場嘅啫 ，OK，咁然後啲球員就喺下邊度踢啦，而啲仔女咧就係個球會嘅老闆喎。OK，咁好似我住利物浦嘅話，咁大家都知道利物浦Liverpool Football Club 係一間好出名嘅球隊啦。今年係爭啲，上年就唔錯嘅。OK，咁變咗你做嗰個股東，咪賺好多錢咯？make 唔 make sense 啊？OK，咁但係話一個家族投資公司就係話，爸爸可以媽媽有個控制權。OK，我中意買股票又好，買樓又好，做定期存款都好，目的就係間公司賺錢，而享福嗰個人咧就係啲仔女。OK，咁關遺產稅咩事咧？就係因為個擁有權咧係個仔女，就唔係個爸爸媽媽。當佢哋離世嘅時候，咁又當歷史再重演啦。OK，佢嘅屋企人走嚟同我講爸爸媽媽已經年老啦。OK，已經離世啦。咁嘅時候我就會講好嘢。OK，阿爸阿媽死咗，好嘢。OK，講笑啫。OK，點解我會講好嘢咧？就係因為我哋好早已經幫個家庭準備咗，就係話爸爸媽媽本身已經係清空晒所有嘅資產，已經慢慢喺咗 wrap up 咗喺間公司入邊。當佢哋兩個年老離世嘅時候，稅務局走嚟問我：喂，嗰兩個長老咧，其實佢哋離世嘅時候有啲咩資產啊？冇喎。
佢淨係做個足球隊嘅經理啫喎，OK，袋份人工咯，OK，袋下啲退休金咯，但係真係唔係好多，OK，一定唔過325，OK，或者500都唔過，兩個加埋都唔過1000萬港紙，所以我哋先至有個 suggestion 就係話，如果個資產超過1000萬個咧，OK，你一定係會跌入咗佢個遺產稅嘅稅網噶啦，OK，爭在係跌得幾深同埋幾闊嘅啫，OK，咁我就會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咧，可以去避免到遺產稅，而又都唔需要咧仔女可以亂咁花。我個仔去賭場賭咗咧，我又心驚驚。咁如果個控制權喺我度嘅時候個咧，佢就有得睇冇得使，咁我就好開心啦。OK，咁今日咧我要分享嘅咧就係咁多單。